我那奏章里还有一人可用，若调此人，定能平定蜀地。更重要，以其人之才，或能动摇北凉格局。将军，陈将军足下，西蜀叛乱寇边，余觉朝廷将派入蜀平息战乱，足下可请缨出征，余将于朝堂之上力荐足下，成为本朝第2个异姓王。不再受北凉王牵制。张巨鹿，亲笔。陈之豹，军威极盛，名望愈隆，实为北凉军中第2人。若加封官爵，令他率本部前往蜀地平乱，北凉军中或将分崩离析，自相为敌。陛下也夸赞宰辅之策，老成很了。既然如此，可尽快传召。无论北凉如何应对，军心都会生乱。只是陛下也有些顾虑啊。有什么顾虑？徐骁尚在，陈之豹未必敢接旨。未必，就未必这2字吗？终究，陈之豹是徐骁的义子，此种争斗，父子都有，何况义子？其中多少铁过枯骨，功名富裕就一壶。试问帝王将相系后土，山上走土，民间水壶，几尊江山如虎，珍珠石斛。大将军回来了！大将军回来了！大将军，刚回来，正好赶上凑个热闹。哎，你们这是哪一出啊？练兵。练兵？是，赤后营分队列入林，林中交战。林子里事先也准备了一些别的比拼手段，这就是一种。啊，那输赢怎么算啊？赢了吃肉。大将军归来，如今已在林内。要不要去迎接大将军？哎，别愣着，继续来。大将军，您先放手吧。你们这儿人少，我不插手，你们肯定输。战场局势千变万化，人多人少都是天定。这是陈之豹的练兵法子？是。啊。这小子人呢？人在高塔，统观全局。
好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是。哼，站那么高干什么？北凉之地毕竟兴许，陛下的意思啊，是待徐骁死后再用来辅之策，让陈之豹和徐凤年两虎相争。那现在呢？蜀地之乱总要有人领兵啊。有人提议啊，根据目前情势，未必动用大军。蜀地一直很乱，今日之事只是因为那个西楚公主。若是西楚公主一死，那些人毕竟还是一盘散沙。刺杀？正是。找一人杀了西楚公主，然后再从中斡旋，消弭乱局。曹长青在，怎么杀呀？怎么杀？我也不知。谁人提？不是我。哼。寒雕寺呢？寒雕寺。无论朝堂怎么应对江泥的乱子，你呢？你是想从中得到什么？咱们这位陛下，最担心的就是天下再多出一个北凉，所以应对江泥的方法，其实只有一种。人心易变，相隔千里，你怎么就能认定朝堂的对策？你在京城有自己的眼线？不对，这办大事不能出错，对方绝不是小人物，不是眼线，是同谋。什么都瞒不住姐。能影响陛下定策的人就那么几个。再猜下去，可就猜出来了。你与人为谋，爹知道了吗？他不知道，你连爹也瞒着。总有一些事儿，想要自己亲手去做。所以去武帝城，也是你的谋划之一。不是，去武帝城就是为了老黄。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不问我想做什么了？前前后后串在一起，大概也就能猜到了吧。
幸亏你是我姐呀。前辈来了，稍等。轩辕家的信鸽，快到武帝城了，总要做些准备。前辈想看也无妨。这是什么？绿袍的族人成立了小门派，有人想杀你，用这个换我不出手。您答应了？我没说话，他以为我答应了。还能这么做？毕竟我是江湖前辈，在江湖混久了，学的也就多了。江湖好险恶呀！绿袍前辈的族人和后辈，您不关心吗？我亏欠的是绿袍，仅此而已。他的族人又与我何干？那徐骁又给了您什么样的条件，让您答应送我去武帝城？当我无处可去的时候，徐骁造了听朝廷，让我能远离江湖，直面自我。这些年来，我把自己关在听朝廷下，寸步未离。又是徐骁替我为绿袍扫墓上香，就因为这，已经足够了。赵凯怕是想不到啊，您心中所求平静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刚才没听到赵凯的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你知道是赵凯要杀你？福将红甲也是他的，这一路刺杀，都是这位赵凯。所以我跟赵凯见面的事你也一清二楚。进来。前辈，原来如此。青阳姐姐有鸽子，我看见了，咱们要不要烤来吃啊？哇，你要的鸽子。嗯，这是飞鸽传讯吧？你要不要打开看看呀？那可不好，既然是正事，还是放了吧。也不知道这是要飞去哪里。轩辕家的鸽子，你说能飞去哪？这江湖上的事儿，我不太清楚。走路小心点，别掉下船了。多谢青鸟姐姐关心。赵凯怎么收买你的？回前辈，他答应给我白帝抱不绝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确实想要，但我更想活着得到他。若我帮他害了世子，北凉铁骑会追我到天涯海角的。你怕徐骁？也怕质子。哎，我说你让我见赵凯，算是试探我？不是。这一路走来，是我欠您的，您不欠我的。所以，无论您之后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欣然接受。那我如果答应赵凯让他杀你呢？他要杀我，本就该我自己接着。还是那句话，您不欠我的，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，凭什么人人都帮我，人人都救我？还挺会说话的。肺腑之言。你先出去。把两袖青蛇各印一件开天门使来看看，让我瞧瞧你有多笨。在这儿。
有我在，你还怕船漏了？快点！哎，出什么问题了？建州一塌糊涂。惭愧。不过其实倒是对了。这算是夸吗？到了武帝城之后，我打算跟王献之再打一架，报当年断剑之仇。也没什么仇，本来也没这个打算。这不是机缘巧合重回剑仙之境吗？就想打一架庆祝庆祝。毕竟天底下有资格与我交手的也没几个。我赌你赢。输赢不重要，打得尽兴就好。倒是你，自己要小心点啊！我和王献之交手，必将全心投入，到时候顾不上你。你安心打架，我能护住自己。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帮我把两袖青蛇和一剑开天门传下去。别这么晦气！我这一身什么都没留下，就留下这剑术和剑意。本来以为找不到传人了，可偏偏老了，又遇到了你和江泥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。我这剑士传不传也不重要了。时光飞逝，等再过个10年100年的，我这破剑士谁会在乎？我来传剑。那我这一战就再无牵挂了。借江入海，这一路行程终于到了终点。是啊，这就是武帝城。那上面是什么？这是数10年来无数江湖高手登城求战，无人能战胜王献之。这城墙之上，便是败者留下的兵刃。老黄的剑匣就在那儿。怎么了？连棋都不下了？暂时看不清。哈哈哈哈！还有你看不清的棋局？张居禄给陈之豹送来一封信。是吗？信写的什么，并不重要。他是想让我对陈之豹心存猜忌。这个张宰辅啊，书立国事算他是一把好手，但论起勾心斗角来，就这重了。这不是诡计，而是堂堂正正的落子。信不重要，你跟陈之豹的反应也不重要。他只需要北凉军中将校知道陈之豹收到这封信就足够了。只要我徐骁不死，北凉就乱不了。你回北凉以来，陈之豹就没有出过自家大营，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人还在不在
营帐之中。你看不清的棋局，不会指的是陈之豹吧？是你儿子，凤年，咋了？这是他东行后一路所行之事。轩辕家，龙虎山。我也是前后串起来看，方能猜出他想做什么。这臭小子，这胆子也太大了，连你我都能瞒住。哼，青出于蓝呐，这才是下一任的北凉之王。你娘死了，我过来了。大将军，三军将士已集结完毕，随时开拔。请大将军下令。请大将军下令。请大将军下令。可是你还有爹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人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谢家，算来，他应该到武帝城了。相隔千里，我们也只能等个结果了。下场后大约行经一盏茶，便能进城。不走那边，那该怎么走？绕路，走西门。好。西门，西门有什么特别？老黄就是从西边进的城。这城门无人把守吗？武帝城向来城门敞开，没有护城之军。王先知一人，便胜一军之力。您看这画眼熟吗？这画这字都熟，这不是去龙虎山那个小和尚吗？也来武帝城了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？他这么在城墙上乱涂乱画，武帝城的人也不擦了。王先知不在乎这些，这字儿。算了，不管他。咱们进城。世子，还是让凤子营跟着吧。凤子营进城，就真成了北凉宣战了。
老黄就是一个人进的场。那边就是登上武帝城墙的路。武帝城有12武奴，都是败给王仙芝之后，心悦诚服、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替他守城。这些就是？对，按理说，这12武奴应该镇守五楼啊，要一层一层的打到楼顶，才能有资格挑战王仙芝。怎么都在这儿了？改规矩了？他们在看我。谁都知道你来拿剑匣，他们要拦我。你以为呢？还能怀你啊？要不咱们现在就上去，直接把剑匣抢回来。不急，先跟着老黄的脚步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们到底在看什么？老黄跟王仙芝决战之前，在这儿喝了最后一碗酒。借几文钱。怎么了，顾爷爷？让世子自己去吧。可别来晚了。不会，李淳罡与王仙芝动手，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。我们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桃花现神。邓太阿，主将红甲，见过前辈。前辈不进城吗？我若进城，里面2位无法尽兴出手。是。
这位也来了，武帝城怕是要打乱。越乱越好，先找到徐凤年。这位公子，要点什么？有酒吗？有，各地名酒都有。公子想要什么？老黄当时喝的什么？什么老黄？干干瘦瘦的老头，背着个匣子，曾经在你这儿喝过酒。这，喝完酒之后登上武帝城楼，和王先知交手那位。献酒皇，一招见酒6千里，震惊天下那位是吧？那您可算是找对地方。当时那位前辈就坐在此处饮酒，之后这才生出那般豪气，与那王献之斗的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啊。他喝的什么？我记得是黄酒。给我来一壶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公子，2个碗，谢谢。放在这儿。公子您看，要点什么下酒菜？他当时做了什么？他说我家酒好。还有呢？之后这就没什么了。再想想。我想想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卤肉，还有还有1碟花生米。他还做了什么？之后就坐在此处，一直望向北方，还频频举杯，好像是在敬酒。我陪你喝。老黄在府里看着是一个普通的马夫，他和世子本来也就是普通的主仆，然后世子离开北凉，3年游历，这3年他一直陪在世子身边。全吃了，好撑啊！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你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少爷，这场特别难吃，看。老王。世子那时不知道老黄有绝世剑术，在世子的心里，剑九皇这个名字不重要，一直陪着他的是马夫老王。他是世子的同伴、友人，他最后也
成了彼此的情人。我不会拦着你，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烤地瓜，你烤不吃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，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门牙都坏了，还这么爱吃花生，酒量也不好，2两黄酒，让你喝了这么久。李前辈，怎么？劳烦前辈进去陪他说说话吧。怎么是我啊？这时候能叫醒他的，恐怕只有前辈您了。少喝点儿，每次喝醉了，还得我来收拾。老黄走了。我知道他走了，前辈，我没疯，我只是想隔着时光陪他走一程。想拿回剑匣？想啊。你自己告诉他。告诉谁？这里是武帝城，还能告诉谁？见王先知，不是说要打上5楼之巅才能见他吗？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你的。是啊，这是他的规矩，就不是我的。你该怎么让他知道你来了？王先知，敢问何为9天之月下垂？何为4海之水接力？徐凤年，终于找到了。现在多少？再等等，等李成刚出剑。这就是你想对王先知说的话？9天之云，4海之水。徐凤年，你为什么要来武帝城？你如果怕了，就闭上嘴，逃出城，逃回北凉去。我不怕。别对我说。王先知，上言我不在乎你的规矩。今日我来，就一定要取回剑匣。你要敢拦，上言我早晚把你揍成地瓜。地瓜？是说揍成地瓜吗？应该是。骂得好，有胆识，过瘾。你说什么？
之前和老婆3年游历，吃的最多的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。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儿，结果就给喊出来了。好多年没有听见武帝城有人这么说话了，这才是北凉之主的气魄。就怕王先知忍不了了。准备动手吧。我要告，谁愿一战？天下第2王先知。王先知。还能是谁？我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前辈请讲。就算王先知不在，12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，要登城楼不太容易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能退吗？说得对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不能退了。借剑一用。好一个李成刚！这么多把，应该能赢吧？到我这境地，飞来1把剑和无数把剑，其实都没了区别。那为何借这么多？这不显得霸气吗？去拿你该拿的。王先知，李淳刚来访东海，借着满城剑与你一战。李剑神，又见面了。打完再聊。等等，不如出海一战。都行。没什么可惜，别说少条胳膊，手脚没了，我李淳刚一样不怕打架。这话说的不太吉利，这句收回行不行？天地同力，有意思。请出手。且看我一剑破之！
打起来了！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在那边。啊！给我来！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快！李建神、王先之，这些都快不是人了。唉，神仙打神仙的，咱们打咱们的。好活，当上。这么快没人了？都去了海边，向就近观战。咱们也该办事了。请世子发令。大哥，我们要去取剑匣子了，挺危险的，要不你别去了。我愿与大哥共进退。好，共进退好呀。徐凤年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李成刚不在，不动手吗？人家身边那么多人呢，急什么？他要登城墙，那些武功定会出手阻拦。老黄当时喝的什么？什么老黄？干干瘦瘦的老头，背着个匣子，曾经在你这儿喝过酒。这，喝完酒之后登上五帝城楼，和王先之交手那位。献九皇，一招见酒6000里，震惊天下那位是吧？那您可算是找对地方。当时那位前辈就坐在此处饮酒，之后这才生出那般豪气，与那王献之斗的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啊！他喝的什么？我记得是黄酒。给我来一壶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哎，公子2个碗，谢谢。放在这儿。公子您看，要点什么下酒菜？他当时做了什么？他说我家酒好。还有呢？之后这就没什么了。再想想。我想想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卤肉，还有还有1碟花生米。他还做了什么？之后就坐在此处，一直望向北方，还频频举杯，好像是在敬酒。我陪你喝。
里看着是一个普通的马夫，他和世子本来也就是普通的主仆，然后世子离开北凉，3年游历，这3年他一直陪在世子身边。你全吃了，好坑啊！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你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少爷，这场特别难吃，看。老王。世子那时不知道老黄有绝世剑术，在世子的心里，剑九黄这个名字不重要，一直陪着他的是马夫老王。他是世子的同伴、友人，到最后也成了彼此的亲人。我不会拦着你，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烤地瓜，您烤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，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门牙都坏了，还这么爱吃花生，酒量也不好，2两花酒，让你喝了这么久。李前辈，怎么？劳烦前辈进去陪他说说话吧。怎么是我啊？这时候能叫醒他的，恐怕只有前辈您了。少喝点儿，每次喝醉了，还得我来收拾。老黄走了。我知道他走了，前辈，我没疯，我只是想隔着时光陪他走一程。想拿回剑匣？想啊。
你自己告诉他。告诉谁？这里是武帝城，还能告诉谁？见王先知，不是说要打上5楼之巅才能见他吗？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你的。是啊，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我的。你该怎么让他知道你来了？王先知，敢问何为9天之月下垂？何为4海之水接力？徐凤年终于找到了。现在多少？再等等，等李成刚出剑。这就是你想对王先知说的话？9天之云，4海之水。徐凤年，你为什么要来武帝城？你如果怕了，就闭上嘴，逃出城，逃回北凉去。我不怕。别对我说。王先知，上言我不在乎你的规矩，今日我来，就一定要取回剑下。你要敢拦，上言我早晚把你揍成地瓜。地瓜？是说揍成地瓜吗？应该是。骂得好，有胆识，过瘾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和老婆3年游历，吃的最多的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。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儿，结果就给喊出来了。好多年没有听见武帝城有人这么说话了。这才是北凉之主的气魄。就怕王先知忍不了了。准备动手吧。我要告，谁愿一战？天下第2王先知。王先知。还能是谁？我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前辈请讲。就算王先知不在，12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，要登城楼不太容易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能退吗？说得对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不能退了。借剑一用。好一个李成刚！这么多把，应该能赢吧？到我这境地，飞来1把剑和无数把剑，其实都没了区别。那为何接这么多？这不显得霸气吗？去拿你该拿的。
王先知，李淳罡来访东海，借着满臣界与你一战。李剑神，又见面了。打完再聊。等等，不如出海一战。可惜，这么多剑，少条胳膊没事。终究不同啊，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，别说少条胳膊，手脚没了，我李淳罡一样不怕打架。这话说的不太吉利，这句收回行不行？天地同力，有意思。请出手。且看我一剑破之！李剑神、王先知，这些都快不是人了。哎，神仙打神仙的，咱们打咱们的。好活儿，当赏。这么快没人了？都去了海边，向就近观战。咱们也该办事了。请世子发令。大哥，我们要去取剑匣子了，挺危险的，要不你别去了。我愿与大哥共进退。好，共进退好呀。徐凤年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李淳罡不在，不动手吗？人家身边那么多人呢，急什么？